带两个好多的面前，跟多年我来做施工，做那个钢枪，我哋有施工，做啊那一代的球跟地方，做这个缝出来的，做啊那个做灯，做那个钢枪，一边地道，慢慢到这个，做地道慢慢到这边走，我们地有机会的地方，中间的包一个生命的，然后米上的火灾，做完带两到这个说，要到这个地有机会，做啊生命就带两年，尊地的喜，一百，做啊要注意的时间，做啊包书要慢慢到这个米上地有机会，带这个注意然后就效益，用它用最好的一般时间的这种做啊的钢枪，做啊的好依据。再一次跟我哋講就施工，仲係有啲非常滿意嘅廣告，四位老師嚟講，朱萬恩帶領祝願你來帶領這位老師，祝你牽着他的手，祝你喜，祝讓他所講的，祝都是照做每一個人的，祝謝謝你來與他同在，願你來保守天父教導他們。第一次来到万峦长老会的，请举手哈。还有那个永乐长乐教会的哈，对恒春啲乜嘢最人嘅嗬，中人嘅水仔地方嗬，水仔咧。加热水那边的。加热水，感受加热水哈。有嗰啲考唔是合法嘅可以變嗬，學堂嗬，咩學國啦嗬，佢哋客家人嗬，新耶穌是在講嗬，以主為主嗬，要安尼做嘅三樣嗬，在佢哋嘅地位嗬，上做安尼然後把嘅每一來嗬，親友福氣嗬，再來唱一次嗬。
蔬菜做一个田，做一个工，来工作，慢慢也按这个蔬菜，也时间来点我来宣告，伊是全体的主，伊是万能的主，伊是来点下家的主，来点感谢奉耶稣的名。也时间来听下来唱安尼耶稣是主啊。
上周你嘅每拉嘅有安尼嘅权柄来充实我，来赞美你。你实在太厉害，我哋无法出就你嘅厉害，你嘅恩典，你嘅荣光，你嘅上对我哋嘅盼望来用诗歌来表达。但是总系你撒利高飞，在也係慢慢嘅所在，我哋感唱。分慢慢也個所在，由安尼嘅高飛做慢慢嘅講，做慢慢嘅電塔，將你嘅見證，你下次嘅你嘅見證，在也個所在來顯明，求你嚟太祝福也個所在，分他們來信靠你嘅子女，你嘅客家嘅百姓來回向你。來到也所在，來認識你，來領受天堂嘅福氣，安尼祈禱，求你來祝福。以下我哋嘅時間，我用詩歌來讚美你，我來講述你嘅救恩，求你嘅靈，你嘅聖靈來同我哋同在，俾我哋來領受天堂嘅祝福，安尼祈禱，奉耶穌嘅名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请用安静的心来迎接今天的主祭吧。我们请诗集奏乐。宣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在高处赞美他，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，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，日头月亮你们都要赞美他，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。